来关心天气，虽望今仔日好天出日头，不过明仔载阁要变天啊。中部以北要注意，可能会等雷公上大雨，提醒乡亲出门就要下记日早雨伞。早起出日头，未少人趁好天气到外口去散步。气象署讲，离7礼拜水气减少，各地拢是好天侪云。只有正方面的贵人北海岸、宜兰甲东部有短暂阵雨。严格拜1、2、8天气要变天啊！受到另外一波方面异力的影响，到时阵中部以北有较大的雨势，也必须要注意有剧烈天气发生的机会。预计我们在明天的时候，锋面通过的时候，中部以北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短暂阵雨或雷雨，可能有较大雨势的情形。到时候也可能要留意有这种打雷或者是有一点短延时强降雨的可能。气象署讲，这波方面移动速度真紧，到拜2、拜3就是2到30，方面远离，天气会阁比较好。严格拜4、5月初1，伊个方面接近台湾北部海面，水气会增加。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，也是雷雨机会。也若外界关心每年5、6月黄霜啊雨什么时阵来报道？有气象专家有估，应该是在5月下旬左右。透过一些梅雨指标的这个预测，看起来可能还是相对是比较晚，可能是落在这个5月25、26号之后。气象署提醒民众，未来1礼拜天气变化真急，民众出外时爱记伞、雨伞、雨伞。另外，日时气温虽然有较烧热，但过早暗较凉，日夜温差大，建议爱炸衫裤来因应天气变化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